公元1096年，天使安德烈利用自己头上的光环，救活了十字军战神的性命，因此安德烈脱离了神界，葬在了人间。一晃千年以后，当初天使的坟头，现如今也变成了天主教的圣地，也就是位于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。而安德烈的骸骨拥有强大的能量，相传谁能拿到骸骨，便可号令天下莫敢不从。圣环的传承人艾娃进入历代继承者的密室，拿到了记载骸骨详细位置的笔记。不过就在这个期间，负责放风的玛丽被杜雷蒂的亲信发现，由于杜雷蒂篡权上位，他们这些旧部下早已经被视为了眼中钉。等艾娃穿墙回来，恰好看到克拉拿起了喷子。刚才的枪声引来了大量的反叛修女的围攻。通过刚才的勇猛表现，艾娃自尊心爆棚，装出老大的做派，准备上前平事，结果对方根本就不买账，真是哐哐打脸。还好同伴拿出了连发钉书器一顿突突，才让大家化险为夷。与此同时，院长前往了梵蒂冈，试图将杜雷蒂篡权的事汇报给教皇，可没想到会见他的正是杜雷蒂本人。原来教皇因病离世，现在教会政权混乱，都在惦记着教皇的宝贝。文森特推断杜雷蒂有着更大的阴谋，首先他暗杀了上一任修女战士，然后利用调查凶手的借口接管了教会，这样他就有了竞选教皇的资格。如果让他取代了教皇的位置，他就会取出梵蒂冈的骸骨，打开地狱之门。但想在他当选之前拿到骸骨，就必须要穿过6米厚的岩石进入墓室。而以艾娃现在的实力，穿过1.2米的岩石都还很勉强，可为了拯救人类，再难也要尝试。时间已经过去了1刻钟，艾娃也没有出来，在场的人开始紧张。虽然到最后艾娃是成功穿越，不过他却搞错了方向。What happened to you? 因为岩石之中一片漆黑，时间一长，人难免会走错方向。博士为艾娃定制了高强信号的耳机，外面通过红外探测仪纠正艾娃的行走路线，还是科学的力量强大。这次艾娃果真成功穿过了6米墙体。于是仅存的几个人在选举的当天准备行动，自信出场的方式还挺霸气。可就在大家离开后，诡异的事发生了。之前被魔龙重伤的丽丝伤口竟剧烈疼痛，揭开结痂居然发出奇异的光芒。很快博士就发现丽丝掉落的结痂，在显微镜下它却依旧在增长，甚至相互碰撞，还有火花炸裂迸出。博士突然意识到危险的存在，而此时丽丝似乎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自带寒冷的来到博士宝贝儿子的身边。等博士察觉，急忙挡在前面保护自己的儿子。It was almost to the door. No, that can't happen. 听到消息，丽丝直接传送了过去。到底他会去阻止还是会协助？难道他还代表着新的另一方吗？